Love Kit 同來崇拜之 Follower 第41集，為人禱告顯神恩。今集嘅登場人物有 Janice 姐姐、博士 Dr. K 同埋嘉嘉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ove Kit 同來崇拜，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崇拜。就等我哋喺崇拜之前一齊向神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讚美你，讓我哋可以坦然無懼咁向你禱告。聖經話，神是應當稱頌的，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，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。我哋每一句嘅禱告，你都垂聽，絕不輕看。我哋要嚟讚美你嘅慈愛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小朋友，上集提到耶羅波安做咗2個金牛犢俾以色列人拜，又擅自建聖殿同設立平民為祭司，佢以上嘅行為都大大得罪神。你想知道之後發生乜嘢事嗎？立即進入聖經課啦！神人的警告。博士，耶羅波安做咗以色列人嘅王，為咗唔俾人民到耶路撒冷嘅聖殿敬拜神，佢竟然唔遵守神嘅律法，擅自起聖殿，訂立唔係利未支派嘅人做祭司，真係可惡啊！佢仲私自設定8月15日作為以色列人嘅節期，仲喺伯特利所建嘅祭壇上面獻祭燒香。佢向邊個燒香啊？向佢做嘅牛犢燒香啊？佢真係大大咁得罪神啊！有一個神人奉耶和華嘅命令，從猶大嚟到伯特利。當時耶羅波安企喺祭壇旁邊。祭司，你企喺一邊守住，我要喺呢邊向神燒香。王啊，我已經為你預備咗香啦。嗰個唔係神人咩？佢係咪嚟傳神嘅命令噶？你睇佢走近嗰個祭壇，喺度大聲呼叫啊！祭壇啊，耶和華話：看啊，大衛家要生一個仔，名叫約西亞。佢要將你喺上面燒香嘅祭司做祭物，人嘅骨頭亦都要喺你上面焚燒。神人嘅說話好可怕，佢係咪喺度講預言呢？佢點能夠將祭司當作祭物獻喺祭壇上面噶？更可怕嘅就係人嘅骨頭都要放喺祭壇上面焚燒，咁係唔潔淨嘅。呢個係耶和華嘅兆頭，看啊！呢個祭壇必然破裂，祭壇上嘅灰必傾灑落嚟。祭壇點解會破裂嘅？佢喺度恐嚇我哋啦，絕對唔可能發生呢啲事㗎。人嚟啊，快啲幫我捉住佢！係嘅，你唔好走啊！王向佢伸出嘅手癱瘓咗啊！係啊，佢隻手縮唔翻過嚟啊！哇，祭壇都裂咗啊！灰從祭壇上面散晒落嚟，好可怕啊！正如神人奉耶和華嘅命令所講嘅一樣。神人啊，求你為我向耶和華你嘅神求情，又為我禱告，叫到我隻手可以好翻啊！我要為你向耶和華神禱告，求佢使你嘅手復原。哦，係喎，我隻手真係復原咗啊！太神奇啦！神人為王向耶和華禱告，王嘅手就復原啦。係啊係啊，好似之前咁一樣，真係一個神蹟啊！神人佢剛才講嘅預言，唔係真係應驗咩？實在太可怕啦！神人啊，請你同我一齊返皇宮啦，食啲嘢恢復體力。係啊，我仲要賜禮物俾你啊！你就係將皇宮嘅一半俾我，
我都唔會同你返去，亦都唔會喺呢個地方度食飯飲水，因為耶和華吩咐我唔可以喺度食飯飲水，亦都唔可以從原路返去。神人唔俾面王喎，竟然唔接受王嘅好意啊！佢係個笨蛋，好處都唔要。神人聽從神嘅吩咐，就從另一條路返去啦。耶羅波安唔聽神嘅話，為自己同人民擅自起祭壇同獻祭，令神懲罰佢。然而神人為佢代求，使佢得到醫治。小朋友，我哋見到人哋犯罪，甚至受到神嘅懲罰，都可以為佢哋祈禱，求神幫助佢哋願意認罪悔改，得到神嘅赦免。多謝博士 Dr. K 同埋嘉嘉。耶羅波安唔聽神嘅話，又擅自獻祭壇同獻祭，因此神要懲罰佢。不過耶羅波安求神人為佢向耶和華求情，神人為佢代求，使佢得到醫治。神同樣好樂意見到我哋為別人祈禱。現在我哋一齊讀雅各書5章15節，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雅各書5章15節，憑信心向神祈求，人能夠經歷神嘅恩典同憐憫。有病嘅必得着醫治，有罪嘅神必原諒。小朋友，你有冇曾經為別人代求啊？要知道，以信心祈求，神必垂聽。朗讀金句一次之後，你會發現喺烏雲遮蓋嘅環境入邊，亦能夠出現曙光。即使環境變得惡劣，若果你依然堅持以信心向神祈求，咁你必能夠大大經歷神嘅恩典同憐憫。現在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雅各書5章15節，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雅各書5章15節。你發現喺烏雲遮蓋嘅環境入邊出現咗曙光嗎？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雅各書5章15節，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雅各書5章15節。呢次曙光喺邊度出現呢？預備朗讀金句，開始。雅各書5章15節，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雅各書5章15節。我哋一齊唱同心禱告，謹記當你見到身邊嘅人有需要嘅時候，為佢哋祈禱。我哋每一句嘅禱告，神必會垂聽，而且絕不輕看。主跟前，同心禱告，我着所需要都告訴主。來到主跟前，全心傾訴，為世界所需要向主禱告。感謝你，垂聽祈禱。
崇拜結束之後，你可以上 lovekid.hk 喺同來崇拜頁面當中下載工作紙，幫助你以輕鬆嘅方式溫習今日聖經課嘅內容。今日嘅崇拜快要結束，就喺結束之前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就等我哋一齊合上手，合埋眼，耷低頭，專心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教導我哋唔好只為自己祈求，亦都為別人禱告。求你賜我哋一顆敏銳嘅心，能夠見到別人嘅需要，學習為身邊嘅人禱告，讓佢哋亦都能夠經歷你嘅大能同埋愛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歡迎繼續收睇片尾彈出嘅最新影片。如訂閱咗我哋嘅頻道同撳咗鐘仔，就可以接收新片通知㗎喇。